咱们继续来关心凯凯这个查甫囡仔防虐待死亡的案件。细老的年母因这对姊妹有真大嫌疑，一审按算5月13的时阵会宣判。检方持续开庭，因两个人到打是要咧辩解，而且讲凯凯婚书顶的伤是伊家己造成的。不过，当检方提出证人的证词了后，因煞是随个解嘴。细老二母姊妹啊，搁一摆提审出庭，涉嫌虐死查某囡仔凯凯。台北电影里被召开第4摆审理庭，再去由妹妹以证人身份先后接受质问。他一会儿说，凯凯是这样讲话，然后后来又变成这样子，那这样子的发音可以骂出脏话吗？对他不利的东西，他就会问说，他就会很傻，就说我再说一次，我听不懂。对他自己有利的话，就讲得很顺。妹妹伫庭上辩讲，听过凯凯婴仔话，插着无好听的话，像咧叫垃圾话，也3摆看到凯凯家己弄着头。原本佮讲无看过凯凯伫壁甲无穿衫徛，经过检方提示证人证词了后，伊佮解释表示，无清楚敢是防发徛，也毋过有看过凯凯无穿衫徛伫壁甲。早上搭8点半的火车到这边，可是因为前面人太多，刚好进不去。下晡开放旁听进前已经有人排队，有人早起无排到，提早到场等待。下晡换到接受检辩质问，伊当场辩讲，凯凯定自弄自杀，用面巾绑骹手，用水果棒套头，拢是出于保护做出来的真戆的行为。也承认捌互凯凯只穿尿布，倒伫地下室的涂骹，双骹吐着门顶，是希望替伊消寒水。为外劳美外照顾凯凯的2名前年母，甲被告的姓王后生4名证人，拢已经连续出庭，以后几日会陆续传唤，包括发起精神科医师等鉴定前到庭。唯一死刑。民众已经几摆号召，自发性伫街路声援凯凯，到底一审安怎判决，继续受到外界高度的关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